苏州的灵秀孕育百年评弹，柔美旋律弹唱悲欢离合。敬请关注评弹世家传承语盛小云讲述评弹的故事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半边天节目，欢迎继续关注2003年度飘柔女星纪录节目展播，也欢迎您参与我们的活得最精彩的女人的评选。这周我们要给大家讲苏州女人的故事。都知道苏州是个精致的地方，那儿有精致的园林，精致的苏帮菜，人也精致，说话的口音表情都精致。我记得第一次我接触到苏州的一种地方曲艺评弹，大概是在1976年末77年初的样子。欢呼粉碎四人帮，老艺术家出来唱我师骄阳君师柳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哎呦，这歌太奇怪了。那时候不懂，管什么都叫歌，说这歌真奇怪，嗓子这么细，拉长声，那个调还拐来拐去的。后来长大了，去过江南了，也知道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了，知道这种特别柔和委婉的艺术是怎么来的了。今天的主人公名叫盛小云，是年轻一代的评弹名角儿，非常秀雅端丽的苏州女人。盛小云出生在一个评弹世家，父亲陈瑞安，母亲盛玉颖，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评弹艺术家，所以盛小云从生下来起就和评弹有一种不解之缘。年纪逐渐变大的母亲患上了癌症，与丈夫搭档走场子演出已经很吃力了，她迫切需要一个人来继承自己的评弹事业。因为我呢有4个女儿，4个女儿并不是都是能有这样的好苗子啊。我大女儿是文艺爱好者，她那个京剧啊、粤剧啊都会唱，唱得很好很好。但是呢，那个时间呢已经过掉了，年龄已经过掉了。老二吧，嗓音很好，五韵不全，啊，这个不行。老三，耳韵也好，嗓音不行。就是小云呢，确实是各方面的条件都够，所以呢，我有信心培养她，她自己也有信心演出。那么我妈妈觉得我在这方面文艺方面很有天赋，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。她说你是不是要学评弹？我说好啊。那时候我就非常兴奋的就答应了。从此，盛小云开始了自己的评弹生涯。在母亲的悉心调教下，盛小云学艺3个月后就登台演出了。第一次上台唱的开篇，我真怕得不得了，在一个农村的书场里面，有茶馆书场，我上次上去唱开篇，第一句话，请听开篇，就用说请听开篇，莺莺插针，我记得最清楚，第一次唱的是莺莺操琴。然后我下台，我跟我母亲说了，我说其实我这个2个腿发抖，抖得很厉害。但是我妈就说，哎，你上台一点都不慌嘛。我说谁说不慌了，我慌的就是脚都发抖了。她说看不出来。这大概也是一个演员就是最基本的那种天分吧，要具备这样的，心里头慌，但是外面看不出来，很震惊。莲花
诞生于苏州，已有近400年的历史，是苏州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评弹让喜欢它的人听着如痴如醉，花费不高的票价也让他们心满意足。我这个喜欢评弹啊，好像吃饭一样，离不开它。它呢比较那个醇厚，啊，比较委婉。我就是喜欢评弹，我就喜欢评弹。反正没有听到评弹，我就是感觉精神上没有什么寄托这样子的。我喜欢评弹，就是喜欢评弹，我旁的东西都不喜欢。评弹呢，是我这个很新奇的度过这个余生。盛小云于1983年考入了苏州评弹学校，1986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评弹学校毕业，分配进了苏州市评弹团。86年毕业进苏州评弹团，然后我就跟我父亲合作演出搭档，一演大概就是10年吧。在这10年当中，跟着我父亲到处跑码头，我基本上一年要250天以上都在外面，跟着我父亲到处跑码头演出，这为我将来就奠定了基础。码头就是一个小码头啊，一个镇啊，一个镇上有个书场，书场里面呢，就是我们演出的场地，就是剧场一样的。人家这个过年过节都在家里面，我们就是在码头，就在码头上。那么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学识数，先走小码头，以后走中码头，最后走这个大的码头。到上海去说呢，受到上海人的喜欢的，那个时候你这个艺术呢过关了，好像过关了，能这个称得上这个拿现在来讲2届了，1届1员了。盛小云通过10年跑码头的磨练，演出场次达到近3000场，这使得他评弹技艺有了很大提高。1994年，首届江苏省曲艺节，他的表演获得了青年组的1等奖，从此评弹界多了一颗璀璨的明珠。盛小云明天要参加一场演出，今天晚上他必须收拾好所有演出的物品。一般你们这么出去得几天啊？我这次出去是2天。是什么性质？是跑码头？不算是长篇的跑码头，我们是搞会书。我这次到无锡和杭州2个地方。那么他们无锡呢是搞一个游慧秋老先生，他是已故的那个弹词名家，纪念他的专场。然后我去
绘出是什么？好像就是精品荟萃一样的。我放担当的时候，他老是陪在我边上的，照顾我的饮食起居。因为我放担当出去，一个人，一个女孩子在外面，就是还要自己烧饭，自己洗衣服，还要管台上的演出，真的很累的。然后他都跟在我旁边，他就其实他年纪这么大了，他也可以享享幸福了。为什么对我这样？他都是在艺术上啊，对我非常关心啊。5进8月5里去2人行，举娘生日两下乡，两下乡亲，娘亲跟前一路风声。人口生辈不相知，早早地几岁为了。刚放下行李的盛小云就排练起了今天晚上的曲目。别叫两场一声，阿英别来别的，谁来接应我一声。下午，他的搭档从上海赶到了，因为是初次合作，所以他们必须练得很仔细、很认真。像我们这评弹这门艺术啊，不像歌唱演员或者影视演员，什么一首歌就可以吃一辈子，就可以把你捧红，或者一部电影、一个角色、一部电视剧就可以马上就火起来了。我们这评弹不可能，没有10年。10几年的功夫，他在台上跌打滚爬的话，你根本就是出不来。一上台，你再是基本功好，你只觉得上台只觉得嫩了一点，这没办法。就我们的那种传统艺术啊，真是台下10年功啊，台上1分钟啊。在那个幕布上后面走个圈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那个呢？泰国我们我会一嗓子啊。我们往鲁大的盖巴河。
关系。对对。我先过去后边。你们上次说的可以。你要上去对吧？对，我们要上去的。根据他们上去的话，你往下边差不多对。可以把在那里看得见吗？看得见。那跟主持人说，你跟主持人说话那个姚子强，对，特别喜欢我手机。是，他今年要对了，哎，这个12月份开文代会了是吧？哎，对。我一直有个希望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多平台或者是说小时候请你过来录书，哪怕是一半场。专门录像，我想拍那个就是就是我们那个音乐电视，音乐电视，还有就是MTV 就是MTV，对，可以。我因为只要取一点你的那个局部的镜头，远离你走一下，然后其他我可以3维的拍摄。可以啊，只要是你那个可以说，我的拍的我的那我一个出水箱已经拍MTV了，然后你可以或者在请人作词啊、作曲啊，再弄一个现成的戏的都可以。对，然后再那个，不是这样有意思一点吗？然后就是对我也考虑，就是因为你们现在知名度嘛，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包装的好一点。它表现的是贫不失志、富不骄人的反噬的主题。在平台界，不知道有多少张猪塔，上猪塔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名家，但是杨慧君和朱雪莹呢，却能够在那么多的名家当中脱颖而出。今天呢，我们也请了2个各具特色的请欣赏，也纪念我们罗事件。那么下面请出的一个特别稀奇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们首次评档，男的是著名的青年演员，目前上海评弹的当红小生高博文；女的呢，则是我们著名的青年演员苏州评弹的当家花旦盛小玲。2位首次评档，首次在这儿亮相，看一看，听一听他们的这部有没有自己的特色？掌声请出来。我也把它唱的是古天乐记。开往苏州的大巴已经没有了，他们将要乘火车返回苏州。
盛小云没有想到今天乘火车的人特别多，他担心年迈的母亲身体受不了。一位好心的列车员带他们坐进了有座位的餐车。对，这个厨房说的还地道了。对呀，谢谢啊。我这个是好。你喜欢听评弹吗？评弹不太喜欢。为什么？现在这种时代，大多都听流行歌曲了。评弹我听不懂哎。你喜欢听吗？我不怎么喜欢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不怎么适合我听。我习惯是习惯，但没时间看。很少有时间听这个东西。评弹啊，喜欢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评弹呢？我对现在评弹的将来并不乐观，因为评弹的书场越来越少，观众也越来越少，而我们现在的观众年龄偏大的很多，都是退了休了，没时间了，没事情了，闲着无聊都来听听书。但是到现在的话，评弹没落了，但是也不能怪，现在整个戏曲都是走下坡路，电影也未必好，所以现在的娱乐广了，人们的那种选择的机会多了，选择的对象多了，他就不一定能够选择评弹，那个其他电影啊、卡拉 OK 啊什么的，很多乐趣，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必然性的。但是我想，评弹这门艺术暂时还灭不了，因为它毕竟有自己的魅力、独特的风格。我的生命中不可以缺少评弹，就是融入了我的血液，我不可能放弃评弹。我选择评弹，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这条路无怨无悔，不管你吃多大的苦，受多大的累，我觉得我值。我没想到像盛小云这种已经获过全国最高奖的女演员，出门演出的时候是自己扛着箱子跑到长途汽车站排队买票，到了演出的地方自己做饭、自己洗衣服，再排练再演出，实在忙不过来，只能让自己已经白了头发、得了癌症的老母亲陪着东奔西跑。我就想，她不是名角吗？她怎么没有待遇呢？现在地方戏、地方曲艺不景气，据说他们的收入很低，所以盛小云的很多同辈的演员都已经改行干别的去了。于是我就又想，他干嘛不改行呢？他的长相、嗓音各方面条件这么好，他为什么不去唱歌或者干别的呢？在这苦苦撑着什么劲儿，还天天在那拼命练功。我们的编导说，你可别以为他们是练给电视台看的，民间艺人闯码头靠的是真刀真枪，出了差错就是砸了一个饭碗，他们可是真练。这年头赶个热乎的容易，守个冷落的不容易，是为了责任还是为了心里的真爱？盛小云也不认为靠他自己的力量能够振兴地方戏曲、地方曲艺，
他只是不甘心一门有了400年历史的艺术就在自己这一代人手里消失了。他觉得自己有使命，他的使命是传承，他要把这门艺术传下去，只要传下去，未来会有希望的。我们先不期望未来的辉煌，我们先为今天冷落中的责任和坚守喝彩。好，盛小云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儿。如果您喜欢她，请参与我们的活得最精彩的女性的评选活动。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听我们给您讲苏州女人的故事。8位精彩女性将从中诞生。投票方式：一、登录央视国际网络；2、拨打热线电话；3、发送手机短信。投票者有机会获得奖品。